没有然后了。素食主义者。也不是绝对的素食主义，我是，有合适的也吃一点，但很少吃肉。能吃到一起的，永远不会成为敌人。我也喜欢吃素，那我来了。来一份田园沙拉，再来一份魔幻水果，还有一份笑脸薯饼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你不是说你没带钥匙呢吗？可算回来了你啊！测试的怎么样啊？他不但情商高、智商高，而且还很有爱心。怎么讲？他办了一个宠物学校，他非常的喜欢小动物。他说，喜欢小动物的人都很有爱心。哎呦，看来你表现的不错呀！啊，他可以做我的 Mr. Right 了。哎呦我去！哎，怎么办？Baby，去吧。哎，闪闪，出来吧，我到了。你在哪儿啊？
这里。嗨，嗨，走吧。干嘛装王子啊？王子还用装吗？你不就是公主吗？嗯。请吧，公主殿下。里面请。小山，出水芙蓉，魅力无穷。给我一个机会，我给你个惊喜。你骑马的姿势很帅。你是浪漫骑士？正是在下。珊珊，闭上眼睛，我给你个惊喜。把手伸出来。珊珊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我们开始吧。我还没有想好，让我再好好想想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快快，握手，点头，点头，打开，乖，走转，亲亲。回来了，菲菲。怎么了？这是？被人给下药了？哪儿来的？齐明峰送的。我让你去测试他，你怎么假戏真做啊你？我没真做。没真做，戒指怎么戴你手上了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戴到我手上了，我就记得飞过去一只鸟。鸟？